在地人在地前，继续是庄脚人的心声，讲政府有一寡法规，敢若适合都市，并无适合庄脚所在。当地村长认为，有的法规敢若适合伫咧都市，无适合用伫咧庄脚所在，因为有民众将车停伫咧因兜门口，煞收着罚单。别人的车放伫咧因兜门口口，个拢无要紧，那是安那阮兜的车放伫阮门口口个，安尼个要来甲阮开单。源头就是因为这个公车站牌南投滨江乡关入路落水站公车站牌，就设伫咧因兜边啊。虽然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，不过即马手机方便，共检举违规人嘛哪来哪多。庄脚所在甲都市就较无共，就停车停好势。就停伫遮的时，就去人检举，警察局就来处理。经过会监讨论，滨江乡关入路落水站的公车站牌会甲刷走，监理站等相关单位日后卖继续进行会勘，将站牌刷到中南头，或者是找出其他替代方案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